大家好，我係良心汽車 Carrie Law， 今日好開心可以同大家介紹我哋嘅業務。我哋專注於機電維修和車身噴油，我哋堅持良心整車。我哋係香港人嘅車房。我哋良心汽車由2003年成立至今，位於九龍灣。我哋車房持有 EMSD 機電工程處合法電車維修工場牌照，亦係正版正貨優質商戶。我哋守誠信，重承諾，金漆招牌。成日睇新聞見到啲車會着火，光顧有牌汽車維修店，揸得安心又放心啦。我哋有一班20幾年經驗豐富嘅師傅，由噴油到維修，以至電車的技工牌照都齊全。良心師傅會用心檢查你嘅車，全程同你跟到實，萬無一失。除咗車身維修噴油，我哋仲有提供交通意外支援。當你遇到意外嘅時候，我哋會全力協助你處理所有相關事宜，包括警方流程、雙方和談，甚至幫你聯繫律師索償，確保你得到應有嘅賠償，令你無需擔心。此外，良心汽車一直以來都非常重視社會責任。我們聘請傷健人士組成洗車隊，我哋相信每一位員工都可以為我哋的業務增添色彩，無論佢哋嘅背景如何。我哋會提供專業嘅培訓，確保傷健人士能夠掌握洗車嘅技巧，確保每一架車都可以閃閃生輝。無論你嘅車有幾污糟，佢哋都會用心去處理，務求每位客戶都滿意。我哋舉辦公益洗車日呢個活動，洗架車幫個人。你每光顧一次洗車，我們會委託第三方 NGO 機構，以你之名捐贈有需要的弱勢人士一張免費的公益洗車券。洗車做善事，把福蔭留給你和你的家人，也藉此為社區帶來正面嘅影響，為社會帶來更多正能量。如果你有任何問題，或者想了解更多服務，隨時可以聯絡我哋，或者親臨店鋪。我哋期待為你嘅愛車提供最好的服務。多謝大家。